中秋节哦，家家户户拢会烘肉。最近树起高路，猪成长的速度嘛较紧哦，所以猪肉的交易量是有增加。雲林縣肉品市場昨的交易量就超過3000隻的豬哦，豬肉價格平均1公斤88塊，嘛比過車1公斤900塊比起來俗超過1成。來到雲林肉品市場，這2天啊，拄好是豬仔交易量上大的時陣。進入秋天了後，豬仔成長的速度變緊，而且中秋的需求增加。伫咧27雲林肉品市場的交易量超過3000隻豬仔，不過平均的價格是落價1公斤88塊，比月初落超過1成。3月的時候，豬隻剛好有下痢的情況啊，中元節那個時間點快破100啊，都98、99左右啊。目前這個月到目前現在這個微跌的情況，差不多在90左右。半個月前都是加溫再買啊，現在已經開始慢慢減溫，減成正常運作而已啊。雲林賣豬肉業者表示，伫咧中秋的半個月進前就會開始買豬肉，所有中秋需要的豬肉加工品都已經準備好勢啊。實際去到一般傳統市場，消費者要去買烘肉的食品，所以攏無感覺到豬肉有變俗。豬肉成本，還有倉衣，還有香料都是漲價的。漲價烤肉也是啊，還要烤香腸。量會不會買比較少？應該會。業者表示，部分親像煙塵這款豬肉加工品，攏需要先做起來放，所以無法度按照即賣豬肉價格變俗。另外，水產的飼草嘛袂歹，包括蛤蟆、蚵仔攏互搶了，透早就賣800斤出去啊！若是無先注文起來，恐驚攏買無。記者王偉雄雲林報道。